自日本的目镜公司回收目镜，请艺术家用这废目镜来做哥吉拉恐龙装置艺术品。废画面顶会当看到，伫咧台南东区的购物中心有一只真大只的哥吉拉装置艺术。我们收集来的回收眼镜呢，大概有超过1.6万只。那我们就把它制作成一个哥吉拉意象的这个装置艺术。那从5月开始呢，就已经有北中南的巡展。这只哥吉拉装置艺术是目镜公司利用回收来超过16000起目镜，佮交予艺术家来创作。即马这个艺术品伫咧全台湾各地巡演，同时嘛活动，互来这民众会当参加。只要来现场跟我们的哥吉拉的装置艺术品合照，然后拍照打卡上传，再到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上面去留言，就可以得到我们一个非常具有环保意念的续杯。有目镜公司的推广，参加民众若是伫咧网络媒体斗宣传，都有机会会当摕到礼品含优惠，望大家会当做伙注重环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